3位中星冠軍周吉佩、古卓文同黃渤會喺聽晚嘅萬眾同心公益金首度合作。3位今日亦進行彩排。呢個 show 由 Johnny Yim 做音樂總監，喺 Johnny 重新編曲下，3位演繹嘅經典金曲都有唔同嘅味道啊！聽晚呢，我哋會以鬥唱嘅形式表演3首歌曲嘅，因為我哋3個特色都唔同啦，咁大家都好想睇3屆冠軍去做一個 performance 嘅，咁所以就今次就有快有慢有中版咁樣咯。3個一齊出歌，唔知幾時會有呢？真係。呢個真係睇公司啦，呢個就唔輪到我哋決定到啦。但係如果3個呢個 idea 都幾好嘅，即係我諗今次我哋先咁樣喺台上3位一齊 jam 下，跟住我哋後一步再計劃下，如果有多啲嘅機會啊，咁大家又俾機會我哋嘅，咁我可以試下3個人一齊合唱。